家人爬玉山，其中一个无细里跋落山沟，有200公尺深，差不多66层楼，当场死亡。高雄一个查甫人涉嫌食毒赛车，弄死80岁乌子桑，检方向法院声押核准，正做全国第一例。川习会习近平问中国犯台，美国敢会协助台湾？川普拒绝回答，无做出任何约束。你好，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，我是曹欣。一家人有大家去爬玉山，一昨因要行倒转来，伫咧路途当中，其中一个煞无细里跋落去山沟。这个山沟有200公尺深，差不多是66层楼。这个人当场死亡。搜救人员因为伫咧玉山遐天气无稳定，伫咧救援是真无简单。伫咧今仔透早，才甲这个受难的山友完成吊挂起立到直升机，互伊会当返厝。空勤总队直升机伫强风甲危险的山壁边咧驶，机顶人员也把司机伫定点推工，准备进行吊挂作业。16早起6点多，玉山山区的分布小可山区符合直升机的飞行条件，搜救人员赶紧把黄金时间将不幸罹难生出的山友吊挂起来。这意外发生伫15，这6人爬山队伍伫完成玉山的登顶了后，回程经过玉山主峰的风口附近，其中一个生出山友无细枝落落差不多200公尺，深差不多66层楼高的深谷。山上大雨不断，且夜间视线不佳，人力轮流背负方式，历经2个多小时，终在早上7点将大体成功搬运至铺到空旷处。因为当地地形正佳，搜救人员到现场发现查甫人对内深度正深，加上受风面影响，关山气候正歹，互第一线救援行动面临真大考验。自身爬山向导表示，玉山最近中昼过后常常高雾甲阵雨，互翠石坡甲木栈道搁较湿滑，尤其主峰山的下风口风险搁较悬。你可能会踩到的石头是会动的，那再来就是它也会比较陡，那开始会有一些铁链架设，那你就要抓铁链体能的部分。第二个部分是装备的部分，第三个部分就是你这前面都有了，那你要看天气，看老天爷要不要让你上去。爬山向导表示，若环境风险甲整体条件超过应控制范围，适时落山才是保命关键。有关主要呼吁，关山环境变化多，加上梅雨季的影响，山友要爬山进前，要先行评估天气甲自身的体能，才避免同款代志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讲，立法院通过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，食毒赛车是立起预防性羁押，5月13公告，5月15正式生效。也伫咧高雄，都有一个查甫人，伊5月14下晡是涉嫌食毒赛车，弄到80岁乌子桑。这个乌子桑呢，伤势伤过严重，送去病院犹原救无转来。也高雄地检署是按照新法向法院声押这个查甫人来核准，这正做全国第一例。白色修理车对拢骑机车人了后，无停车查看，抑阁继续往头前驶，一直到有人落去闸才停落来。黄长龙80岁老先生受伤重，送医了后死亡。砰一声，然后我转头看，就看到车子在阿伯掉下前面，在那个车头，然后碾过去，然后碾过去，他继续往前开，有一个年轻人追上去，去挡他。这是下昼3点多，高雄香港区高雄路甲山田路口发生严重车祸意外，附近的民众拢出门关心。警方随即对惹事的查甫人实施毒品喙烂快筛甲尿液检测。涉事查甫人涉嫌毒驾惹事致死，检方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，向法院声押核准，正做全国首例。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，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，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。今年3月，同款伫小港区县有查甫人毒驾冲浪骑机车的女子死亡。
老多三个囡仔引起社会关注，而且这2年毒驾案有增加趋势。除了扩大有风险期新制实施，警政署也公布新作业定数，疑似毒驾快态阳性，会当以现行犯逮捕。检警拢强调对毒驾强烈执法一定严定到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花莲刚好昨下晡落大雨，也旧年才因为崩山湖引起的佛祖街甲阿头毛部落又搁做大水。12号是紧急提理，行政院顾问李明干今仔日是去到花莲会勘，强调讲即摆的淹水毋是马太安溪溢入来，会来加强排水系统甲报花时间的防护。趁落雨较停，工程人员赶紧进场施工，要挖出一条排水沟，加紧积水消退速度。时间9到15过头了后，花莲国河乡一场突然来在延时强降雨，过后旧年才经过大水算长的佛祖街，甲东富村12阿头毛部落，佫出现积淹水。若有民家淹水，也有12号紧急提理。包括电视、冰箱都全新的，瓦斯炉都全新啊！疫情这个系统，他们好像失灵。没有做好，是今天我们也是有一个恐惧感，我们还是会配合他们啦。部落居民感叹，压力中间佫拄着淹水，全新的家区佫较是直接浸水。烦恼淹水恶梦，第二星期佫转来，行政院顾问李明干来到花莲会勘，强调马太安溪继续疏浚。这摆淹水并不是马太安溪倒悬，阿头毛是因为官府马达那溪排水堤工程施工防护范围不足造成淹水。这个部分都跟堰塞湖无关。那施工它有留了一个缺口，那以至于这个缺口，昨天的这个一场雨让水从这个缺口灌入居民的民宅。没有考虑到说这个上游下来的水量它会如此的快又急，从这个下游往上去打射的嘛，是为了防护这个回淤的部分，我们会加设这个钢板桩的打射的范围。官府强调会将防护的钢板桩范围向顶面延伸，防止水灌入民家。另外，李文干也指出，主要是因为土沙太着排水沟属于内水排不出去的情况。坡主街主要是因为里面既有的这些水沟，那被这个之前淤土流到这个水沟里面，那造成阻塞，那造成这个水沟里面的水就淹到路面。李明安表示，会请相关单位加强排水系统甲切沟清理，减少落雨塌掉的风险。花莲县府回应会甲国土署研究安怎强化排水系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要台湾议题嘛是即摆川协会外界伫咧关注的重点。川普就讲习近平有甲问讲，若是中国犯台，美国敢会协助台湾？川普是拒绝回应，讲无对习近平做出任何约束。要拿240亿对台军售之战，川普表示讲会甲治理台湾的人来讨论。好，这敢代表咱总统赖清德会甲川普讲电话。外交部的处长陈明基回应讲爱阁确认。结束访中行程，美国总统川普针对川协会聚焦台湾议题，表示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诚济，指习近平无希望看到台湾推动独立，会引起激烈冲突。伊也当面问川普，若中军犯台，美国是毋是会协防台湾？川普回应，伊无讨论这个代志，因为习近平无想要看到战争发生。I think we'll be fine. He doesn't want to see a war on Taiwan. He feels very strongly. I made no commitment either way. 针对习近平态度强硬，川普强调，伊无对习近平伫台湾议题做出承诺。对第二批140亿的对台军售案进度，川普回应会赶紧做出决定。I have to speak to the person that right now is, you know who he is, that's running Taiwan. 川普承认无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，台海维持现状。总统府回应中国相关军事威胁，这是台海危机无安全因素。总统赖清德一贯主张维护两岸现状。中国持续升高军事威胁，这才是台海与印太区域唯一的不安全因素，也是当前第一岛链周边各国与美方合作，积极强化防卫的原因。台湾不能例外，也不会例外。川普接受媒体专访表示，对台军售是真好的谈判条件，会甲治理台湾人讲一个，引起外界关注传来通话可能。外交部处长陈明基表示，在国确认，暗国强调对台军售是区域和平稳定的基础。会来做决定。那我想是说，这个很重要的还是一个台湾，那么要自己愿意防卫自己这个的
展现这样的一个决心。他并没有在这个议题对于中方有任何的承诺，对，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。所以外界有一些质疑说，这个所谓的6项保证是不是有被挑战？那我觉得这都是过多的超议了。针对第一批对待军购，海马斯多工会前第一期的钱是8亿，会伫月底到期为避免专案取消，立法院调野动议，行政院长杜荣泰19到24专案报告，行政院20也会加开临时议会，单独处理特别预算案，赶紧送到立法院审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明仔载是国中3年的大代志，国中教育会考，今年有超过18万的考生去考。今日是考社会、数学、国文，也有写作。18.2万名考生上阵，上头先是社会科54题试题，多标占比超过50%。受教育部邀请协助解题高中老师讲，社会试题编排有欠入心，整体难易适中，重视阅读多项表格甲资料信息的能力。是偏多了，但是就是那个关键字要认真看。跟模拟考差不多。引导学生具有融会贯通所学的能力，而不是只有在背一些这个枝枝节节的东西。数学科27题也有简单到难，后大试题才有挑战，尤其题组用汽车时速表来设计，车时速速度甲指示速度的关系性，甲法规对两种关系规范来设计问题。对高中学生来讲，选题较无熟，需要系统性的思维能力。他是可以用他的所学，然后呢，他再透过阅读理解。解析他这个资讯之后，去回答这个问题。国文科42题，文言文比去年少一题。国文老师解说，结合学生生活经验，包含重要语言学习概念，出赛广泛，整体有困难也简单。字很多，然后看得有一点乱。会考第一天考场地势大部分正好，第一节考社会时阵，有一个考生考试时阵徛起来，经过组织议员造成骚动，成绩严重，无经过考区启委会进一步调查清楚，调整做成绩轻微的一般违规。该考生在情绪行为上面，具有需要特殊需求跟维护的地方，也启用了一个备用市场。违规的情形，依然是提前看试题本，早唔是考试用品为主。数学科违规77件，有45件是早牛角器，或者是符合牛角器功能的文具，比去年明显增加。委员办公室讲，会考了后，会由各科区启委会就按讨论，各送全国启委会来审议核定，这是最后处理的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淡江大桥通车第5天，也今仔日是第一摆拄到休假。旧林码头遐阁有办活动，这车是真济，再去淡水迄个方向，就太5公里长。也明仔载礼拜，民众若想要行这个淡江大桥去行行咧，公路局就提醒，按算明仔载淡江大桥这个四边车会共款坐。淡江大桥淡水这边人车是真多，通车了后第一个假日，不少人透早就来看这个新的地标。有人先行到桥的另外一边，搁骑脚踏车回来。从台北骑过来的，会很塞车吗？不会，都骑脚踏车，很多人，对，很多人，对。老街到这边来，人跟车比较多。他从台北到淡水其实还好。来看一下新的地标，这样。我觉得风很大。对，然后还蛮舒服的。现在太阳比较大，等下就是早一点会比较好。赛车人也袂少，在61八里这边一直到下晡车意愿真多。淡水这边是为早起10点外就开始车坐，要踏到5公里长。公路局表示，大假日阁因为附近的淡水渔人码头要办活动，全港车流量甲人流量拢袂少。新控中心严密监控大桥甲周边道路交通状况，阁甲新北市交通局、辖区警分局密切合作，启动调整交通疏导策略。明天的话，应该是这个连假第2天的话，那天气的状况大概跟今天差不多，所以我们可能预估明天的车流状况应该会跟今天大概是一致的。那所以我们这边还是提早的呼吁用路人，那明天如果说有需要来前往淡水地区的话，那尽量的多利用那个关渡大桥。
新北市交通局提醒，淡江大桥无论是快车道、慢车道，拢免临停翕相。若假日15吨以上大货车，为中到12点，加暗时9点禁止驶淡江大桥。另外，有当地人进前反映，淡江大桥脚踏车道有积水加短沙。公路局指出，因为10时瞬间大雨，致使雨水溢流，周边土石流入引道，当时早起就已经清除，后续已经设倒水沟，提悬整体排水效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南投德山有一间废弃的工厂，荒非法囤超过1000立方公尺的工业废油，这废油已经囤5-6吨，真侪桶仔是已经生鲜沤去，废油开始会漏。只要有火星，就会烧起来，也嘛惊讲这废油流入去土壤，会来污染土地。县府就表示讲，会先甲沤去的这个桶仔倒换掉，也若讲要规个刷走，爱地主出来处理。但系桶拢沤甲用，沤了了啦。里长会遮生气，是因为非法囤一只的废油桶已经5-6吨啊，真侪桶仔拢生鲜，废油嘛拢流出来。最近发现有人当昏头，一沟仔出现火灾，引起了社区的惊慌。这个里有5-6千人咧住，里长和议员拢要求较紧刷走。伫水沟仔发现到粉解弹落导火，就是阮的废油外漏伫个水沟仔底来导火。这个废油目前检测出来是有毒的。燃点60以下，这的废油爱先要紧先甲清走。那咧换桶的过程当中，是毋是下骹咱若甲出铁片，或者是要用什么方式？只要就是讲，莫互这的废油渗入土壤、渗入这个污水环保局表示，这个案件是民国110吨的案件。捕获的业者囤超过1000方的工业废油，已经判刑确定，毋过无钱来清。初步检查大约有5-60桶的铁桶生鲜变形。县府5月底进前会先换桶，毋过规个刷走爱开超过1000万，应该是互负责人来处理。有害有毒的这废弃物，我要求地主第一礼拜内底爱做一个清除，也爱将所有乱倒的这个废油的桶啊，拢爱清掉。恢复咱的环境。毋过地主讲，这的废油毋是伊的，是厝骹的。前后已经开700-800万咧处理废油啊，已经无法度啊。万一关地，关互县府来抵数。我那个112年处理的，我已经花了700-800万在上面，每个月都还在缴贷款，所以我在想说，干脆土地就给政府啊。毋过县府表示，土地真啊只达300万尔，佮无法度支应清除的费用。所以，县府无法度接受要求废油的问题，依然是地主特地爱来处理。记者安秀南投报道。高雄戏世界是人赛重要的国际比赛，咱台湾的代表连买20档，规心去拼，就是要守护传承人赛的文化。等下7点半，青春咱的梦来看这个少年家，因的坚持一生的使命。为大骹步、车领导到跳起的杠跳，陈景虎甲连瑞德两个人只要一个眼神，就会当体会完美配合。合作了20年，人赛对因来讲已经毋是奇遇，是一种日常的节奏。陈景虎讲，这是对伊已经伫咧天顶的老爸一个承诺。我想要做互伊看，伊讲好，无后一届你比赛，我去看你比赛。我讲好安尼，我比赛一定摕冠军互你看。但是就讲完这个代志了后，无过3个月就转去啊，就离开啊。所以这是我心内的一个遗憾嘛，就是阮爸爸无亲目睭看到我人赛。这个就是大家要去找到的，就是有点像是你在摸索未来就业的市场中有没有什么突破口，这个市场现在的需求是什么？负责赛马的连瑞德，因为人赛改变人生的路，伊用人赛的经验探讨运动心理学的论文研究，一路读到博士，加做大学的教授，还阁红合作是人赛教授。就现在心里面的目标，不管是在北师大还是在培德，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角色，我都希望为台湾培育出更多武师的人才，然后帮助我们台湾拿到好的成绩。2年一届的高雄戏赛甲是国际上3大人赛比赛之一。
今年除了有为香港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甲日本等等国家来队伍来参与，还有重现已经6年无出现的水顶人狮。面对国际级的选手甲难度真悬的舞台，陈建虎甲连瑞德无去有压力影响，颠倒是甲尾20年累积的力量，在这个时阵提出上好的表现。对因来讲，舞台并不是重点，安怎在锣鼓声当中培育后一代，守护而且传承人狮文化，是因一世人的梦想，嘛是一世人的使命。记者吴德庆、叶家军综合报道。咱来看明仔载天气。北部地区22度至32度。中部地区22度至32度，南部地区23度至32度，南部这边21度至29度，大岛地区21度至30度。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，稍等下请继续收看《青春咱的梦》，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。